弟兄姐妹平安。周间信息题目：做与神同在的人。圣经士师记1章1到2节。Kakitaan sa katsutay at sufang sa katsay atusir tangasa sa katusa atusir. Na mapatay ci Yosua di zayen no Israel atam shao古大棒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：有一抓爱啊nga sao niam ku malu saya wai啊带ra啊米鲁乌杜卡南啊当烧烧汉能ra啊米利在。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打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呢？巴扎奥上古大棒，我犹大啊nga sao ku malu saya wai啊带ra。我爸爸turusan aku icangraan kunini serra haningra长ra。耶和华说：犹大要先上去，看哪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学习与神同在的一个好方法，就是习惯性的借着祷告，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主的面前，内心不住的祈祷，把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需要都告诉主，求主作王掌权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神说，于是犹大顺服神，去攻打山地的居民，结果大大得胜，因为耶和华与犹大同在。借着神的同在与人的顺服，使人完成神所交托的任务。是神的同在带来得胜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，那城起先名叫路斯。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：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必恩待你。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，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。神与约瑟家以法莲支派的同在，在环境上为他们开路，让他们遇见一个为他们指路的人，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。第一，要紧的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，存着顺服的心等候神指示。一旦神的路显明了，就勇往直前。有位在南非服侍的宣教士，因葡萄球菌的感染而住院治疗，一直好不了。他打了32天的抗生素，但感染恶化了。住院期间的最后几天，他感觉神告诉他要去多伦多，同工告诉他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，因为加拿大在世界的另一边，况且他的医疗设备并没有比南非好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办了出院手续。他知道他的命定是活着而不是死亡，因为神已经指示他前面的路。当他生病住院时，他取消许多讲道的约定。当他觉得神不要他取消一间多伦多教会讲道的邀请，那间教会的人并不是真的很期望他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他病了。虽然当时他们不清楚他究竟病得多严重，但他抵达多伦多时，他脸色苍白，全身虚弱无力，如果没有人扶他，他可能会倒下来。
教会领袖看到他时都吓了一跳，他们可不要他死在讲台上或特会中，所以他们联络了当地的一位医生，医生希望立刻让他接受静脉注射。教会领袖表示他可以不必讲道，但宣教士告诉他们，他大老远跑来这里，所以一定要讲道。宣教士讲道前，请医生按手在他身上祷告，而不是让他接受静脉注射。然后他缓慢的、奋力的走到讲台，神告诉他要分享撒迦利亚书的话。宣教士设法走到讲台，拼命抓住讲台，免得倒下。他用撒迦利亚书2章5节做开场白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当他读出这节经文，主荣耀的同在立即的降临，他感觉仿佛有电流在他体内上下流动，有3次。神的火焰洪流从他的头流向脚趾，他当场完全得医治，身上的虚弱和疼痛消失了，伤口完全愈合了。曾有32天他接受最密集的抗生素疗法，但都没有任何成效。然而当神的荣耀同在显降的时候，他得医治，在众人面前变成另一个人。神应许成为我们四围的火墙和里面的荣耀，神会保护他的子民，住在他的子民里面。我们希望神成为我们四围的火墙，希望他的荣耀充满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他想要一个居所，是他的荣耀可以居住的地方。他在寻找渴慕神同在的珍宝，他在寻找完全顺服他的安息之所。一旦找着了你，他就要进去住在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学习与你同在的一个好方法，就是习惯性的借着祷告，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你的面前，内心不住的祈祷，把每一天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个需要都告诉你，求你作王掌权在我的生活中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